專健 Soil Pro。專健最主要嘅成分有大豆同吉林人參。大豆含有豐富嘅蛋白質、纖維同植物營養素。大豆嘅蛋白質係肉類嘅2倍，牛奶嘅12倍。對於愛運動嘅人，大豆蛋白質能夠幫助增加肌肉質量，維持和恢復肌肉纖維嘅健康。大豆對於成長中嘅小孩是很好嘅蛋白質來源，它能夠幫助小孩肌肉嘅生長，也有助於提高記憶力、學習能力和增加活力。大豆嘅植物性激素能夠幫助預防乳癌、子宮癌和前列腺癌。大豆嘅植物性激素也能夠增加人體對鈣嘅吸收，增加骨質密度，有助於預防骨質疏鬆症同增進骨骼健康。對於年長者，大豆能夠幫助預防心血管疾病同糖尿病。專健所採用的是完整性嘅大豆蛋白，它與市場上嘅大豆分離蛋白不同。大豆分離蛋白係透過化學同生物過程中分離而出嘅粉狀食品，它缺少了大豆所擁有嘅有益成分，所以在追求構建肌肉嘅同時，保持健康也很重要。專健含有吉林人參。吉林人參自古被視為上品，它能增強體力、減輕疲勞、抗癌同抗腫瘤嘅作用。對於愛運動嘅朋友，人參能夠幫助佢哋保護肌肉因運動引起嘅氧化壓力，減少肌肉損傷和炎症，並且可以延長運動員嘅耐力。人參也能夠幫助年長者所面對嘅各種老年問題，譬如好睡、關節炎、生殖系統問題以及更年期症狀。專健結合咗大豆同吉林人參嘅營養精華，每天飲用能讓身體身強體健、精力充沛，增強人體免疫力對抗疾病。所以專健是男女老幼都適合飲用嘅營養食品。